已经有最干净的狗遐多，亲像云为咱，就着放下逐好会当担，甲快快颠盘咱会做，用吞论来走所安排伫咱头前的路站。着自身看耶稣就是最新的源头，甲正尾的，伊为着所安排伫头前的快乐，就无要紧凌辱忍受十字架，打坐伫上帝宝座的大边。请咱三个阿头来祈祷。创造宇宙万物，阮的主，阮的上帝。阮知这个天地无够也通互你徛起，何况是阮所徛起的厝。纵使你欢喜，你的百姓组织伫你所设立的圣所，三甲来敬拜阿罗。透过这敬拜，通知你的教示，也通来互相相听、相扶持、相帮赞，诚做你所欢喜的肢体，
也一齐来服侍众人。你也捌应允要对你的圣所来束缚正百姓，但阮所仰望佮尊重你的相连正会友，我但已经组织伫遮要来领受你对天来的教示。求你即时来安静阮的心，用圣神来充满阮的心，阮要来真正领受上帝你的恩典。听阮的主，当将灭军年底时，我要来到你的圣殿内底算小阮今年内底所拄着恩典的节期。阮回顾今年所走过的日子，所留落记忆、困苦、喜乐、目屎、甲笑声交集做伙，总是阮享受你所赐的恩典甲福气，拢不停地围绕伫阮身边。但阮要用快乐来吟诗，欢喜来学乐你。当然，阮软弱的时，我嘛要用虔诚来祈求，通在倚靠你所赐阮的智慧来度过难关。亲爱的主，阮展望未来日子，阮每一人所求的，不过是平静安稳的日子。所梦想的却是丰盛佮富足的人生。随望耶稣有教示阮多多通来学习，总是深知的道理，却是难行的道路。活伫这个经济物质竞争的时代，阮如何来倚靠主来过日，抓住主来做中心？这个信心的课题，也是今仔日阮每一人所要学习的。慈悲的主，你是医治人的大医生，也是安慰人的大使者。阮所敬听的建筑长老，还阁伫病床伫痛苦来甲病征战，求你听阮做怠倒勇士的祈祷，亲身为伊来治疗，脱离病痛，紧紧来恢复健康。阮即时也笑念阮所敬仰的赵长老娘，将近105岁的人生，已经离开阮，你接伊去。伊所留落来的话，伊所做的见证，拢是你所好的。求你，互阮来笑念伊的时，通来学习伊的模范。阮只有伫即个毋甘中，用怀念来笑念伊，也求你安慰伊助，通伫因办理后事的事会当顺利。我也感谢你，互做当要结婚成做家庭的人，有你甲保守来安慰、来引带因头前的路站，也做有生囡仔、诚做公、诚做爸爸、诚做妈妈的人，拢有助力引带来祝福，或者个囡仔来教示因伫一生的年日人中间，拢通来倚靠你。神的主，当阮要为着家己感谢所恳求的时，阮无袂记阮所徛起的土地，阮所疼惜的即个国家，外来的政权用私欲来做统治，阮只有恳求你的名示，互阮伫无难中间有新的希望，通过这信心，今仔日所要学习的信心，来做未来的计划，有智慧甲聪明来突破目前的困境，如何超出自由、民主到自尊的生活。听我的主，今仔日你找你的使者，阮所敬听杨牧师，要来讲解上帝你的话语，也做阮生活中信心的建立的教导。求你即时见啊，倚靠伊，专心仰望伊，特别认真来听这个信息的人，拢白白得到你对天来祝福。祈祷无够额，我们同心做声用主你所教示的祈祷文，我们三甲出声来祈祷。阮的天父的父，愿你的名是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得成。对你亲像伫天里，阮的日息今仔日阮赦免阮的过犯，亲像阮了赦免阮的人，无顶带咱入地狱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害。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，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咱三个来交读启英文，启英文第18篇，记在伫圣诗后面，请咱大家来献圣诗后面。第18篇，也是诗篇90篇。
显着未？哦，咱有人拢看金榜吼。啊，我来去请大家来引吼，是篇要启应文18篇。主啊，你六世代做阮徛起的所在。对甲世界你也未做成。你互人归土。因为伫你看，1000年亲像已经过去的早日。你亲像用大水，互伊流去。伊亲像草，早起时无生。因为阮对你的受气就消灭。你将阮的罪恶摆伫你的面前。阮的日子拢经过伫你的大受气。阮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总是其中所夸口的，不过是劳苦忧愁。求你教示阮怎样算家己的日子。耶和华啊，到第时呢，求你倒转。求你早起时用你的慈爱，互阮满足。求你照你苦楚阮的日，叫阮拄着患难的年。愿你的所做对你的奴仆显现。愿主，阮的上帝，伫美妙点伫阮的顶面。阮的手所做工，愿你坚固伊。阿们。请咱过来吟圣诗，学了上帝。圣诗249首 A， 愿主存你圣手249首 A， 请咱起立。我
咱即时咱来看上帝话，圣经希伯来书第11章头1节到12节，11章第1节。安尼信心是甚物呢？信心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未会看见的事为肯定。古早人会当得到上帝的懊恼，是对伫因相信上帝。第3节，对伫信心，阮知宇宙是借着上帝话做成的。安尼，迄个看会见的，是对迄个看袂见的所做出来的。对伫信心，阿伯比该阮献搁较好的祭物予上帝。伊借着信心得到上帝懊恼，被称作义人，因为上帝亲心欢喜接纳伊的礼物。伊虽然死，还阁借着上帝信心伫讲话。第5节，对伫信心，以诺得到无死，伊被接去到上帝遐去，无人会找到伊，因为上帝接伊去。圣经记载讲，伊被接去以前已经得到上帝欢喜。人若无信心，就袂得到上帝的欢喜。既然到上帝面前的人，拢必须信上帝的存在，而且信伊要报赏找伊的人。对伫信心，挪亚伫还袂见到的代志顶面来听叹上帝的警告，做一条大船，救了伊全厝。安尼一定迄个世代会做，家己也对上帝领受，因为信来称作有义。对伫信心，阿伯兰罕顺叹上帝的呼召，去到上帝应允要使伊迄个所在。伊离开本国的时，并毋知要到倒位去。借着信心，伊徛起伫上帝所应允的所在，也毋是家己的所在，总是对领受上帝同款应允的以撒甲雅各带伫帐边内。第10节，因为阿伯拉罕仰望迄座上帝所起造根基真坚固的城。11节，对伫信心，虽然撒拉未怀孕，总是过了生育的年。伊要愿得到新约的能力，因为伊相信上帝会接受伊的应允。虽然阿伯拉罕已经死，对伊一人所传来的子孙，却亲像天顶的星星，甲海边的沙遐尼多。以上愿咱来听上帝话，照咱去行的人，搁续落今仔日咱所敬听杨牧师要来甲咱讲解信心的模范，请咱共同来听。各位主内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上帝恩典，互咱搁一摆上个主日，做伙来敬拜伊。这2日咱应该小可有感觉天气已经较凉吼。咸菜话人也小可感冒，总是恳求上帝来医治咱、帮助咱，互咱会当常常来到伊的面前，做伙来敬拜伊。伫未分享的代志，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因为你是恩典满满的上帝。阮感谢你，互阮搁一届上个主接伫你的面前。阮只是要通过你的话来直直提醒甲帮助，要恳求你的信心，只是甲阮上个同在，开阮的心，也开阮的耳孔，互你的话通进入到阮的生命内底，成做阮一生的快乐甲引带。阮将阮下面的分享的时间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大大甲阮上个支持。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门。照咱教会读经的进度，咱已经来到希伯来书。希伯来书通讲是圣经内底真特别的一卷册。新约圣经内底有2卷册，伊无清楚写讲伊的作者是甚物人。希伯来书是其中的一卷，所以对于早期的教会一直到即马，关系希伯来书的作者一直无法度真确定。这是希伯来书伊一个特别的所在。希伯来书伊阁有另外一个真特别的所在，就是伊伫希伯来书内面有引用真侪旧约的经文。作者通过这经文要来印证主耶稣伊的身份，真实的身份是甚物。同时伊嘛通过这经文，要来鼓励当时的信徒，会当坚持来持守信仰。所以希伯来书有人讲，伊若亲像是咱的新约和旧约中间的一座桥同款，甲新约和旧约做一个真好的连结。也因为安尼，内底有真侪旧约的经文，所以咱通知希伯来书当时要互写的对象应该是犹太人，因
因为犹太人因对旧约的经文非常的熟，非常的了解，用旧约的经文通互因真好的帮助。另外，希伯来书是用希腊文所写的，所以这犹太人应该是住伫罗马帝国使用希腊文的所在的这犹太人。另外，咱对这内容内底，咱嘛看会出来，这对象希伯来书写的对象应该已经是基督徒的人。所以咱若安尼做一个整理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咱无介了解，总是伊写的对象，咱大概会当知影是讲希腊语的犹太人的基督徒。这是咱在看希伯来书的时，咱小可会当知影的。那对希伯来书的内容来看，咱会当甲伊分做两个大部分。第一个部分是第1章的一开始，一直到第10章的18节。伫即个段落内面，作者伊引用真侪旧约的圣经的经文，来证明耶稣基督伊的身份是比旧约这所有的上帝罗卜也搁较尊贵。伫头前的即段内面，伊有讲到耶稣的身份比天使、比上帝的使者较尊贵；耶稣的身份比摩西搁较尊贵。也比阿伦、比约书亚搁较尊贵，伊的身份是上帝的囝，超过这正上帝的罗卜。另外，伫头前即个部分，伊嘛有讲到，耶稣基督伊是上帝和咱人中间的中保，伊也是将家己献上，成做迄个上介好的祭物的迄个大祭司。这是头前第一部分，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真侪旧约的经文，在咱讲耶稣基督真正身份是啥物。伫第二部分，第10章的19节以后，一直到第12章的29节，希伯来书的作者伊咧教导当时的信徒，就爱坚持来守调因的信仰，必须爱相信上帝，爱过有信心的生活，也爱常常保持和基督真亲密的即款的交通。相时嘛，爱对将来有一个真水的愿望。咱今日看这段经文，11章的第1节到12节，是伫咱拄所讲的希伯来书的后半段第2部分的所在。伫今日的经文内底，作者伊举真侪旧约圣经内底这真重要的人物，内底当时的信徒做一个鼓励因爱来学习这信仰的模范。学习因要安怎伫生活内底，甲信心甲信仰行出来，成做一个坚持信仰、忠心跟对上帝的人。所以有人甲第11章希伯来书第11章称作是信心的长廊信心的走廊那亲像咱咧参加一个画展共款，伫走廊顶面有摆真侪即图画。咱咧看11章的时阵，咱像咧看一百个图画共款。咧看这信心的模范者，因生命的故事，因生命的见证，咱要对这内底来得到真侪的思考和学习。接下来咱就要通过咱今日看的这段经文，咱做伙来想，圣经咧讲的这信仰，也是讲信心是啥物意思？以及咱要安怎伫咱的生活内底，用实际的行动，把咱的信仰活出来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伊伫第希伯来书11章的一开始，伊就真直接来说明啥物货是信心，啥物货是真正的信心的意思。伊安尼讲信就是所望的实在，甲未看见的事的标准。这是咱和合本和合本的翻译。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检查会较清楚。伊安尼讲，信心是对所望的事有把握，对未看见的事会当肯定。伫这两句非常简单真有力的经文内底，咱会当看到，所谓的信心，就是对迄个你所望，但是还未实现的代志，也是讲迄个你目睭看袂到、手摸袂到这个代志，会当有把握，会当做出一个肯定。换一句话来讲，假使若是一件代志，已经是伫咱的生活经验内底，咱有法度经验到。咱有法度知影的代志，那呢？即款的代志就无需要用着信心的即部分。我通举一个例来讲，我的手摕即本圣经，我若讲我的手放去，圣经会落去涂骹，恁敢相信？但是这敢需要信心？
正个讲，我知影，我手若放弃，圣经的6个吼，这已经伫咱的生活经验内底，咱会当体验。即款的代志，就已经毋是放伫信心内底，咱无需要讲我相信伊会落去。佮举另外一个例，我若讲明仔载透早的日头会对东边起来，这敢需要信心去接受？我想这嘛毋免吼，这嘛是咱知影的事实，这已经伫咱的经验内底，咱会当知。所以信心是用伫迄个咱所仰望总是还未发生的代志，也是伫咱的经验、咱的理性无法度处理这个代志，咱就需要用信心去面对。信心圣经内底咧讲的信心，当然主要的对象是对上帝，咧讲的和信仰有关系。总是换一个方面来讲，咱人通想看觅，其实伫咱日常生活内底，做大细项的代志，其实嘛拢有和信心有关系。举一个来讲，咱若是失去信心，检查咱的生活就会造成真大的混乱。一个人伊若咧等公车，伊就爱对即个公车有信心，知影讲我伫遮等，即个公车过一段时间了就会来。伊若完全无信心，那呢伊可能就袂伫遮等公车。一个学生，伊要认真读册，伊就爱有一个信心，讲我若认真读册，用功读书，我的成绩会好。考试若是毋管你安怎读，成绩拢共款，那呢伊大概就无即个动力通去读册。我想日常生活内底，其实大细项的代志，拢和信心，也是讲信任有关系。即信心、信任若是无去，那呢，咱的生活会造成真大的混乱。咱若小可回想，咱台湾的社会伫前一阵有发生几件真重要的代志，其实拢真严重咧冲击着咱的信心吼。我想郑捷伫捷运顶悬杀人的事件，咱抑阁真清楚吼，记忆真清楚。迄个代志发生了后，其实互真侪人的信心受到冲击吼。原本咱感觉讲捷运应该是上介方便、上介安全的一个交通的方式。总是想袂到发生即款的代志，所以咱若看迄个时阵，迄阵的人咧坐捷运拢无啥敢耍手机吼，无啥敢困去吼，拢都注意看边仔有啥物代志无。这就是当一件代志，咱对伊失去信心的时，其实对咱的生活就造成真大的冲击。另外，搁较换小可，即复兴航空有伫平湖发生空难，吼，这件代志咱应该有印象吼。发生了后，真侪爱坐飞机。袂当无坐飞机的人，伊就会选择讲我无爱坐即间航空公司，我换别间哈。还是讲甚至伊就取消伊的即个行程。我想这拢是一个例，日常生活即个代志，咱若失去对伊的信任，失去对伊的信心，那安尼其实咱就失去咱的安全感，咱的生活就会拄着混乱。搁较近。咱接线连续在发生，即摆抑搁咧发生即个食安的问题吼，食的物件的安全的问题。我想即嘛拢破坏咱真侪人日常生活内底迄款的信任对代志的信心。原本咱感觉讲，食啥物货拢真好，但啥物物件拢真爱食。总是即个代志发生了后，变食这嘛惊，食迄嘛惊，毋知影要食啥物货。我想这拢是生活内底真侪关系信任、安全感遮个问题。当咱失去对一件代志的信任的时，失去对一件代志的信心的时，其实咱的生活就受到真大影响。相反，伫信仰的道路顶面，咱若失去对上帝的信心，失去对上帝的信仰，那安尼咱嘛共款真恶劣，伫咱信仰的道路顶面，通真好真有气力来继续向前来行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伊伫接续的。举真侪旧约圣经内底，即个真重要的人物的例，伊讲，即个重要的人物、重要信心模范的人物，伊会当得到上帝的肯定，得到上帝的祝福，得到上帝的乐，成做一个信心的模范，是因为因对上帝有真坚定的信心。总是我嘛要提醒咱咧看即段的时，咱就爱注意，当圣经咧讲因做有信心的时。即个意思，毋是讲因的信心干那伫因头壳知影尔。我知影有一个上帝，也是讲我喙讲我承认有一个上帝那点。圣经咧讲遮个信心的伟人、信心的模范，因的信心的时，咱若注意看，咱经文内底拢描写着
因对上帝信心是用实际的行动表现出来。咱通注意来看咱今日的经文，伊才有讲亚伯因为有信心，所以伊将上介好的物献予上帝。这就是伊的行动，献祭将上好的献予上帝。伊诺因为有信心，伊甲上帝相甲行，所以最后互上帝接去，无至到拄着死。甲上帝相甲行，这是伊诺伊的行动。拿阿因为有信心，所以对上帝存着敬畏的心，顺服上帝的命令，做一只大船，做大船，这是拿阿伊的行动。亚伯拉罕有信心，伊听到上帝的话，伊就愿意顺服上帝，离开伊的故乡，离开迄个真熟悉的所在。所以，咱通讲圣经内底所讲的信心，是和行动无法度分开的。信心嘛，必须要有行动来配合。我想这点伫圣经内底雅各书讲了真特别清楚。雅各书的第2章17节，伊安尼讲：信心若无行为，就是死的；信心若没有行为，就是死的。信心若是单单停留伫咱的头壳，停留伫咱的嘴里，无有实际的行动，那呢，这款的信心并无法度带来什么实际的功效，并无什么款的影响力。就那亲像一个学生，伊不断咧讲，我有信心，我这届考试成绩会做好，但是平时拢看伊咧看电视、拍电动。咱大概当想象最后的结果是安那，袂因为讲伊做有信心，成绩就真正变做好，因为伊无实际的行动来做配合。我想圣经内底所讲的信心真清楚，是包括行动的回应，这是非常重要。但是咱嘛要颠倒边来讲，若是无信心的行动，那呢会带来什么结果？一个行动若是无有一个信心，诚做伊的目标，诚做伊的方向，那呢这个行动可能会若亲像咱甲目睭掩起来，伫跑步咧走共款。你可能出足侪力，你可能感觉你走足紧，总是迄个方向是毋对的，无法度到迄个目的地。信心就若亲像咱行动的一个目标、一个方向共款。保罗伊有安尼讲伊的性命是袂记得后壁的，注意头前的，按着所采标来走。保罗伊的一生是有按一个标来走。咱若注意看保罗所写这个批内面，咱就知保罗伊即个性命的标杆，就是上帝的话甲上帝的应允。我想这嘛像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走咱信仰的道路的时，过咱每一天的生活是真重要的一个方向。咱会向来掠调上帝的话，掠调上帝予咱的应允，那咱的性命才袂失去方向、失去目标。咱咧看圣经内底这信心的模范，因听到上帝的话，听到上帝的命令的时，因检测一开始无法度完全了解上帝为什么爱因安尼做。比如讲，咱有读到亚伯拉罕伊的代志、伊的故事，上帝爱伊离开故乡，去到上帝爱要伊去的所在。就是咱若注意看经文，上帝并无真清楚讲去到什么所在，上帝刚刚甲伊讲你离开尔。但是亚伯拉罕知影，上帝既然讲话，上帝伊既然予我一个应允，讲我离开了后，伊要予我加倍祝福，伊就掠调一个。虽然做代志抑阁无清楚、无完全的明白，总是伊愿意用勇气、用行动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因就成做一个信心的勇士、信心的英雄。检测有侪人会讲，在读这个经文的时，咱会讲，这圣经的人物，因拢毋是普通的人啊，因拢是真特别，和上帝有真好的关系的人。所以因才会当有遮尔大的信心，遮尔大的行动来回应上帝。我简单是一个普通的人尔定，所以我做袂到，我无法度和伊共款。其实这无一定是正确的想法哈。咱若注意看圣经内底这个人物，敢有对一个人是足完全，拢无缺点，拢无软弱的所在。我想咱大概找无哈。圣经内底每一个伟大的人物，因的性命有无完全，有软弱，有跋倒，甚至是犯罪的事。其实因和咱伫本质上无啥物真大无共款，咱嘛是共款无完全。这个人，这个信心的模范，伊嘛是共款无完全。就亲像圣经所讲的，
因为众人已经犯罪，上帝荣光得无着。这众人是指所有的人，无论是旧约时代，这每一个人物，也是咱现在每一个基督徒，咱拢同款，咱拢是有罪的人，咱拢是会犯错、无完全、会软弱的人。所以作者会咧讲，这个人会当成做一个信心的模范、信心的勇士，并毋是因为伊有啥物做完全的所在，也是伊比咱较好，比咱较无问题。因会当成做一个信心的勇士，上界重要的原因，就是因有对上帝有一个单纯瓦靠的信心。我想这是非常重要。也就是咱伫第11章的第6节所看到的经文，伊安尼讲：世事无信，就袂为互上帝欢喜，因为亲近上帝的，的确着信伊有，也是报赏遐个求伊的人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咧介绍每一个人物的头前，伊拢有加一句话。咱和合本讲因着信和合本讲因为信，台语的圣经讲对信。这是无完全的人，会当和上帝建立一个好的关系，一个上界基本的要求。若无信心，人根本无法度来到上帝面前，无法度来和上帝有一个关系建立。圣经内底这信心的勇士，因其实嘛拢是平凡的人，伊嘛和咱同款，有当时会真做会犯罪会软弱，总是因会当真做一个信心的勇士，是因为因会向专心来倚靠上帝，和上帝来同工，毋是干那倚靠家己会软弱，无够也会亏力。我想这是咱通做伙来学习。咱嘛免烦恼讲，我是毋是有够资格通学习这信心的勇士，和因做同款的代志来回应上帝。我想这咱免烦恼，咱着用信心来回应上帝，甲上帝讲：我伫遮通找我，就亲像先知以赛亚对上帝讲的，伊知影家己无完全，总是伊愿意用信心来回应上帝。我相信，当咱愿意安尼来做的时，咱要伫信仰的道路顶面，也真做一个平凡的勇士、平凡的英雄。咱明年长老教会就要庆祝咱教会来到台湾150年。我想伫这150年的历史内面，咱嘛有真侪信仰的前辈，真做咱真好信仰的模范。南部通过马甲国医师，北部通过马街博士，将因的信仰带来到台湾。诚做咱侪人的帮衬，也互咱有机会来接触福音。伫咱的教会100多冬的这过程内面，咱嘛有真侪信仰的模范，通诚做咱所学习的。咱陈启准牧师，也是咱带好安息无偌久的一个长老娘。我想拢是咱真好信仰的模范。咱要对身躯顶来学习，一个专心跟对上帝的人所过的生活是啥物款的生活？并是用什么款的行动来回应上帝？我想这拢是咱通认真来学习的。另外，咱咧看这段经文的时，嘛有一点要提醒咱做伙来注意：信心的行动，到一定马上会带来真正面的结果。这是一个问题啦。咱通常会想讲，当我有信心的行动的时，那呢上帝会马上来回应，给我一个真正面的结果。我想咱若看圣经内底有即款的例，当以色列人因表现对上帝信心的时，约书亚就带因经过约旦河。虽然当时的约旦河是淹大水，真困难会当过，但上帝就用神力带因经过约旦河。过约旦河了后，嘛通过西耶利哥城，互耶利哥城来倒去，来真成功来占领耶利哥城。伫新约内面，咱嘛常在看到。因为人对耶稣基督的信心，伊病就得到医治，甚至耶稣捌互即个寡妇的囝来得到救活。我想圣经内底有即款的例，有信心的行动来回应的时，会当马上得到真正面的结果。总是咱若对今日的经文，咱来观察，咱嘛会发现，有当时信心的行动的回应，有当时无一定会当像咱想象，马上得到真正面的结果。咱若看咱今日经文内底亚伯，伊真有信心，向上帝献真好的祭，总是伊最后的结果是安怎？互伊的兄哥该稳杀死。
这个拿阿已经有信心顺服上帝命令来做一只大船，但是伫个造船的过程内面，真侪人甲笑，真侪人甲看袂起，感觉伊拿阿是一个奇怪的人。亚伯拉罕得到上帝应允，要互伊一个囝，总是伊嘛无马上就得到上帝所应允的，嘛通过一个真长的时间的等待。所以我想。希伯来书的作者，伊伫接续的经文13节以后，伊嘛互当时的信徒一个真重要的提醒。咱做一个信用的回应、行动的回应了后，检测毋是马上会当看到真正面咱所想迄个结果，总是伊甲咱提醒，到最后，就算讲咱伫咱的一生无法度看到即个咱所要爱的结果，但是伫最后，上帝一定有上界公义的审判、上界公义的判断。对这忠心瓦克伊、忠心军队伊的人，上帝一定会互因肯定、互因娱乐、互因祝福。我想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在提醒当时的信徒，因为当时的信徒因所面对的其实是一个真困难的环境，侪人因为坚持信仰，可能要失去性命。伫一般的人来看，那像是咧做真梦的代志，但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咧甲因鼓励。这绝对毋是无简单的代志，坚持信仰，最后一定会当得到上帝上界大的祝福甲肯定。结论来讲，咱今日看这段经文，有互咱几方面的教导。第一，信心是带着行动的相信，信心是一个相信，但是这相信袂当无行动，信心要含行动三甲配合。这个信心的行动是对一个平凡的人，伫因日常的生活内底，伫无共款、逐款无共的环境内底，甲这个行动行出来，用这个行动来回应迄个看袂到的上帝，以及上帝对上帝来这个应允。这个行动检测会伫地面上会带来无共款的结果，有当时是有正面马上正面的结果，总是有当时这个结果嘛无遐尼紧的来。检测也无一定看会到这个结果，总是希伯来书的作者甲咱提醒，毋管安怎，最后上帝拢要互即款忠心军队伊的人，对上帝来学乐，对上帝来想事，这是咱伫信仰内面有把握的代志。当咱咧看这个信心的前辈、信心的勇士，因的一生的代志的时，我想这要成做咱一个真好学习的模范。咱要用信心来回应上帝，互咱的性命也通成做一个上帝所欢喜、上帝所祝福的性命。相信嘛要通过咱的性命，成做侪人的祝福甲帮助。咱做伙来祈祷。亲爱的主，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感谢你常常将你的话赏赐互阮，也阮通过你的话来得到真重要的提醒甲帮助。主，当阮看见这信心的勇士，因一生这信心的表现的时，主，阮实在是真羡慕。阮嘛愿意有这款的性命，用这款的行动来回应，来军队你。主，总是侪时阵，阮无够遐的气力，无够遐的勇气，阮的信心侪时阵是停留伫阮的头壳，停留伫阮的喙那顶，欠缺实际的行动。主，阮要恳求你来帮助阮。我当对你遐来到遐的气力，到遐的勇气，用实际的行动，将阮的信仰挖出来，将阮的信心挖出来，也通过阮的这款的行动，通成做教会，成做众人的祝福甲帮助。主，阮将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头前信仰的道路、信心的历程，拢交伫你的手，恳求你亲自来引带阮，看阮行每一个路站。阮的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，阿们。煞遮咱继续用吟诗来回应上帝的话，圣诗305首，圣诗305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
吟祝福诗512首，请咱起立来吟。咱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，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、天父上帝疼痛、信心的相通、扶持帮赞，常常甲咱大家三个支持，也互咱会晓有实际的行动来回应上帝对咱的疼。上帝恩典常常甲咱三个支持，对即时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，密道社温，恭受差遣。